要解決失業問題。長文要解決失業問題，亦即係錢嘅分配咧極不平衡，而勞工過多啦，甚至擠壓到本地工人咧，就係目前要處理多年遺留嘅大問題。今日咧可以無視，但係並非永久嘅，最終咧只會好似雪球咁越嚟越困難。好多居民都反映物價高漲、金錢貶值、經常失業。但旅客咧勞工數目咧就不跌反升嘅，咁而商戶咧卻出現結業潮啦。究竟點解呢？本人不才結合眾多嘅朋友街坊得出答案，原因係經濟護城河崩潰，又係點樣造成嘅啦？歸根究底啦，仲唔係政策失敗啦？而呢種問題係而家都唔面對承認咯，更係被利用嚟掏空經濟，就攞最大問題勞工問題。勞工由疫情15萬幾到而家2025年已經恢復到18萬幾，每年多1萬到啦。你叫本地大學生點樣留澳啦？一邊叫回流，一邊趕大學生去橫琴啦。人才都係資產啦，況且勞工出糧之後唔留澳消費，連中午一餐都由珠海帶過澳門食，唔係個別勞工係絕大多數啦。每月18萬大軍搬空澳門嘅經濟，你係請女媧娘娘嚟補救都唔掂。喺呢度呢，我建議呢徵收勞工稅啦，好幫補庫房啦。例如一，將房屋津貼變成房屋住宿稅，好補貼本地樓價，樓價不穩定將影響好多銀行及就業。二，將交通津貼變成公司提供車輛接送，好補貼本地行車稅。車輛商、駕校，好多駕校反映招生不足。以上除咗勞工問題，更加要加大力度發展新興產業，並唔係空口講講。咁但係而家咧就係政府完全唔作為啦。其實有好多可以發展嘅產業，譬如咧電子競技，韓國就係一個好好例子。一個小小國家每年都有比賽，當中可以帶動會展、建築、影視製作，以現代人手一部攝影器材手機，又係一個窗口，可以延伸演員、導演、特效、剪片、插畫、平面等大量高質量技術崗位。遊樂園明明好多資源，卻用嚟掘路，大炮都掘到，係咪要掘到恐龍化石出現先至停手？更加野蠻嘅發展房地產，導致不思進取，一個唔能夠再產生經濟效力，養住一群寄生蟲，每日為房而活嘅房奴。點解唔投放資源建造一個14億人都中意嘅樂園呢？我個人覺得，不如起一個光柱雙之哀傷，讓遊客打卡影相，亦都係唔錯㗎。目前呢就寫到呢度，係咁多，感謝觀看。